起来！对不起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怎么偌大一个房子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有人吗？我们不会是被耍了吧？不至于吧，我又没结怨没结仇的。你一定要把他找到啊！我为了这单生意，我店里门都关了。要是收不到钱，我就赔大发了。走。过去的那几年，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宠物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现在我找回我自己了，我不想你再来纠缠我的生活。我们分头找吧。嗯，那要不你在1楼找，我上楼找。好。有人吗？李先生。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有人吗？那我进来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啊！你谁呀？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出去等你啊！给我回来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家呀？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你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对不起啊！起来！对不起啊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啊！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啊。可是，我真的不想再做你的附属品了。我要找回我自己的生活。好，你要断绝关系那就断啊，反正我也不稀罕。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？哦，原来你是……我是什么？哎呀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情况。我以为你知道。我要知道，我一句话都不跟你说。我最讨厌你这种人。我这种人怎么啦？还要我明说吗？你说吧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拜托你说。懒得理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收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老板家啊。哎，什么老板雇什么人，一个骗吃，一个偷吃，一丘之貉。哎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喂，你跟我说清楚！嘿，不对啊，我干嘛走啊？我是来收钱的呀。你除了摔跤，你还会做什么？离婚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跟我说清楚点，别走你！说什么啊？
冯峰，峰峰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又是你！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故意整我们是吧？我不要！冯峰，你就是等一个人的老板娘，冯峰。你的样子可真是多变呐！我最讨厌那种把自己 P 得不像自己的人，那叫诈骗。李欢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哪里有？李欢。既然你今天来了，那正好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你那家破店虽然我收不回来，但是租金已经不到1年了。与其这样下去，还不如收了我的违约金，千万不要跟钱过不去。原来一直要收我店的人是你。我不想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也不喜欢对自己说过的话说第2遍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吗？还在为叶家的事情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报复我。叶家，你和叶家，林瑟，小峰。峰峰他怎么了？小峰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请你听我解释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还是赶紧走。小赵叶，带你姐姐进去休息。小峰，林家，你真有奸情，都捉奸在床了。你这个畜生！李欢，老板，李欢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你？你别这样，只要你能回来，你怎么气我、找我、报复我都可以。闪开！不用你管！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可怜，不要给我打感情牌。你这副恶心的样子，跟街边那些讹人的小乞丐有什么区别？给我滚！闭嘴！你以为你谁呀？凭什么这么跟他说话？外卖的钱还没付呢，口袋里就这些钱。你怎么嫌不够是吧？如果嫌不够的话，可以找我助理。还有，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们离开我的家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把这箱垃圾给我带走。老板，你怎么可以？我本来就没有想吃他们的外卖，只是想尝尝他们到底是什么手艺，怎么就能够自信到如此程度？怎么就这么能够自欺欺人呢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没想到1年不见，你又变成了那只没心没肺的小公狗。你竟然说我是狗！就算是只狗，久别重逢还会叫2声的，那你呢？你说我还不如一只……老板，老板，你的手，我去拿药啊！都给我出去！看着心烦，滚出去！峰峰，我们走，别跟这种冷血的人多说一句话。走。蠢女人。好了，很快就没事了。谢谢。老板，其实冯峰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俩认识啊？他平时不是那样的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。还有，她不是蠢女人，她是我见过最长情、最坚强、睿智的女人。
虽然我知道这样说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是你真的要收走冯峰的饭店吗？那个饭店是他用来等一个人的，那个人给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。他们一起住破宾馆，一起合租房子，一起为了生活打拼，还一起开过东洋饭店。虽然那个饭店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他一直不肯搬离这里，都是为了怕那个人找不到他。峰峰保留了那个人的所有最爱吃的菜式，为的就是有一天那个人会因为想吃这些菜而走进这家餐厅，与他相遇。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，等一个人。嗯。你刚才叫他李欢，他就是你书里那个李欢？就是他，他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。原来他就是李欢啊，怪不得觉得那么眼熟。可以你们的关系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对你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没想到，我跟叶家的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他还是过不了那一关，还在生我的气。对不起啊，黄辉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就送我到这儿吧。不行，你这样我不放心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冯峰，我想休息几天，麻烦你去店里帮我贴一个休假的告示吧。好吧，我一会儿就去。你回去先好好睡一觉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24小时为你开机。谢谢你。死福生，臭福生，愚不可及，呆头呆脑，榆木疙瘩。我们都找了多少圈了？你就放过我跟皇上吧。那个皇上息怒，奴婢失言。朕命令你不得携带，找到你家饭店为止。皇上，可是福生他……少啰嗦，这就是圣醒福生。如果你再挑拨离间的话，石头造反。福生，我们走。哎，皇上，我……哎，黄辉，暂停营业。峰峰呢？他没事吧？你别这样，我好歹是冯峰的朋友，他不接电话不回信息，我很担心他。你老板侮辱冯峰的时候，你这个朋友在做什么？拍老板马屁。现在跑来关心他，你不觉得假？我都觉得恶心。还有，像你这种人的关心，还是算了吧。哎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但是你这么说我也太委屈了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老板是这店的业主啊。委屈？是。我老板想通过钱来收购这个店面，确实很霸道，但他是因为要收回前业主的房子，他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。再说，他站在商人的角度，当然是要考虑钱啊。他想把这里创造成一个美食王国，创造出一个新的面貌，并没有什么错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只有那个人才有理想，只有那个人才有原则。像冯峰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就应该靠边站，别挡他发财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社会有钱人什么都对，有情有义反倒错了。为什么你要曲解我的意思？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店对于冯峰的意义。就算他知道，他跟冯峰非亲非故的，也没有必要因为同情冯峰而去改变自己的做事态度和原则。好一句非亲非故，简直冷血、残酷、绝情。哎，对了，我再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拿你那歪七竖八的三观蒙蔽自己了。
你不会真的天真到以为爱上一个人就可以破坏别人的家庭吧？什么破坏别人的家庭啊？再装蒜就成葱了。什么葱什么蒜啊？喂，你给我回来说清楚！你还在为叶家的事情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报复我。没想到1年不见，你又变成了那只没心没肺的小公狗。就算是只狗，久别重逢还会叫2声的，那你呢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别想了，你再想皮肤又要开始老化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。为什么这么邪门？我每次见到他都这么奇怪。我以前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啊！你说，快说！大哥，啊！我。算了，你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，我不逼你了。去都被抓了。是我不对，作者冯峰。无端的去回忆，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。就算是只狗，久别重逢还会叫2声，那你呢？哼！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。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。小公狗，你在哪里呀？小公狗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也在想我吗？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。小公狗，我想过无数次和你重逢的样子，却没想过会是如此这般。四老头，不要去，赵国要断头的，我不要去。今天大家都怎么了？峰峰奇怪，老板也奇怪，四皇辉更奇怪，
什么破坏人家家庭？我去，他该不会以为我是……居然以为我是小三！死黄灰，臭黄灰，你才是小三呢！小白脸，全家都是小三！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我这是带你去冒险。冒险？有好事你不会带上我的。我们这一年共同用一个身体，你确实能看透我的心思。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我需要你这身臭皮囊的话，我还真不愿意带你去。带我去？你要带我离开这里？那我的妙智，我不去。你给我安静点。李欢，咱们就要见面了。将军，拓跋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您所谓的穿越，就是跳下那个洞吗？那下面犹如万丈深渊，您贸然跳下，不是穿越，而是粉身碎骨啊！你不懂，让开！将军，穿越时空是那国师妖言惑众，您不能轻信呐！给我让开！将军，这一年您做出了许多违乎常理的事情，可是冉冉知道，您的内心十分自责，一直想要逃离。您的秘密，冉冉都知道。你知道我的秘密？您为失心疯所困，冉冉早就看出来了。将军，冉冉都查过了，这些都是心病，能治好的。您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傻丫头，你以为我去寻死吗？我是去另外一个世界主宰它。我将长生不老。将军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？您是个大好人，您这样死的话，老天爷不会允许的。天不容我就去改变它。你看，老天爷来接我了，我将长生不老。将军，将军，您不能去。我劝你给我让开，让开。好，既然冉冉的命是您救的，那您要去死，冉冉陪您一起。冉冉，冉冉，少废话。您坚持住，不要被病魔所控制。冉冉，我被奸人所害，身不由己。少废话，你将长生不老主宰另外一个世界。将军，走开！将军，拓跋将军，拓跋将军。拓跋将军，拓跋将军，替我照顾好妙智。拓跋将军，将军。此为何物啊？竟如此厉害！
呀，这就是你说的新世界。我终于回来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见识见识。走。不要，我要再玩一会儿。哎，快走。走。我再玩一会儿。走吧。好吧。来，嗨，来了来了。好。哎呀，咸鸭蛋。来，小慧。来。哎呀，小慧啊，你吃慢点啊，那么着急干嘛呢？你最近早出晚归的，是不是找好对象了？啥时候结婚呢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哎，不过我觉得闪婚也是挺好的。这话你跟我爸说啊，我走了。哎，那么着急去干嘛？慢慢走啊！哎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喝点豆浆，消消火啊。哎，我倒是最近发现你的气色好了不少，说明这个食疗啊还是挺有用的。哎，我最近啊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是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我问了大师啊，大师说我只要好好的去做气功的话呢，一定事半功倍的。那行，那咱们明天就去报名好吗？好啊。哎，你说，这儿子啊，之前让我们保管的那个结婚基金，要派上用场了。那个钱啊，可是儿子做兼职、做学术研究，辛辛苦苦赚来的。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帮他好好的找个好媳妇，把这些钱通通都交给他去保管。不许你这么胡说八道，啊！好好治疗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什么病都能治好。来，多吃一点，吃好了，病也就好了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很心疼黄色，不要低头，绿帽会掉；不要流泪，林森会笑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这样的女主角，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她，这什么鬼设定？自恋狂。老板。这大早上的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从大门进来的呗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老板确诊一下，顺便送早餐啊。他好着呢，你走。你说好着就好着呢？你是医生吗？那你是？对啊，我是。这大早上的就挨顿架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皇上哪点比不上那个银僧了？真是令人发指！切！这么烂的剧本，我还能哭？喂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早安，我的小公主。早，真的好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你一定没吃午饭吧？没什么胃口。都已经中午了，你看我买了些什么好吃的？你上次说你最爱吃的，我都买了。我不
不想吃。不行，越不想吃就越要吃，吃完了才有力气，要不然你会变成黄脸婆的。冬天一杯热饮，拿着，加上一根香蕉，还有薯片，都是提神利气，保证你吃完了之后又兴奋又开心。哦，还有，我下载了很多喜剧片，小心点儿，别笑破肚皮啊！哎，黄辉，真的不用。哦，还有今天的萝卜又大个又新鲜，想不想喝萝卜汤？黄辉，真的别忙了。我知道你是想方设法让我开心，可你越这样，我就越不自在。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但我现在只想安静一下，放空一下自己。对不起啊。失败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本来想帮你分散精力，可是没想到惹得你更烦。我这就走，你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出现，就像超人一样。噔噔。为你带来整个游乐场，希望能换你回眸一笑。长夜漫漫，希望我能赚走你的烦恼。我柔美的乐声，希望能伴着你入梦。居然比我看的韩剧还多。我是不是刚才有点过分了？喂。哎，你，我这就走。哎，黄辉，被你刚才说的，还真有点饿了，想吃你说的那个锅，玉萝卜锅。嗯，你真想吃啊？可以吗？顶住！这是练我还是练你呢？你们两个大男人做这些好吗？我帮他锻炼的。哎，不要管他，我们继续，抱紧我的腰，抱着呢，紧。对，好，你们继续。还有多久啊？我坚持，顶住！靠！你又对我干嘛？对不起，我之前应该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的。我傻傻的听你说你有皮肤病，所以其他的都没有管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还有沙眼。沙眼？你这些……你不用担心，这些都是我打电话问过教授了才准备的，没有在网上乱搜，请放心使用。那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作为你的私人医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你听说过拐个皇帝回现代吗？听说过啊，那不就是冯冯写的小说吗？我之前超级期待芬妮出演女1号的，不
过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就停止拍摄了。我真的好喜欢芬妮。那芬妮也认识冯峰？认识啊，我听死黄辉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芬妮从国外回来了，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冯峰呢。要是我也有机会见到芬妮的话，我一定要跟她拍一张照，然后发到微博上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下忘记了个人形象。你想见芬妮啊？我带你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老爸，你实在是太好了！来了！哎，糖来了。哎，哇，今天好香啊！尝尝我的手艺啊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本来应该我做的，不错。但是我刚出师，怕坏了你的胃口。我爸专业。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不谢。来吃。冯小姐，千万别客气啊！不知道我做的这些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合胃口。叔叔，您别叫我冯小姐了，叫我冯峰吧。好。性格爽快，来多吃点。哎，来多吃点这个，对女人有好处的。你也多吃点吧。谢谢阿姨。我跟你说，客气。哎，你给人家哦对的菜呀。那这个，来多吃点啊。多吃点啊。哎，来，吃这个。爸妈，你们让他安心吃一会儿。这汤特别好喝，我给你盛一碗。峰峰啊，等一下饭吃好了以后，帮我签个名怎么样？我呀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我特别喜欢你那个拐个皇帝，这里边的男主角叫李欢，真的是一个标准的暖男形象呢，迷死人了。哎呀，他呀，这每天晚上就是皇上不停的喊呐，哎呦，我都受不了了。妈，人家吃点家常饭，别讲那些有的没的。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啊，我很愿意听的。阿姨，等一下吃完饭我就帮你签名，要多少签多少。真的，太好了太好了！我呢是个历史老师，我对古代皇朝啊特别喜欢研究。我看有很多剖析他们的书呀、小说呀，还有电影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本书，可以把它描写的如此的细腻真实。谢谢阿姨。有时候我想你啊，一定是去过古代的。我跟你们开个玩笑的，我只是欣赏冯峰的才华。峰峰啊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多到我家来玩，我们啊可以多多的交流交流啊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谢谢。来，多吃点菜，来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峰峰啊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难怪你这么着急的，要把结婚基金给拿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噎着了。没事，来，我们来干杯，来干杯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啊！吃菜，多吃点啊！峰峰啊，我们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，我觉得我们也挺默契，挺投缘的。我也觉得阿姨很亲切呢。我们家小慧呀，就是个大孩子，平时啊啰里啰嗦的，一定麻烦到你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男生，阿姨你不用担心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担心的。阿姨您什么意思啊？你别看我平时精神挺好的，医生说我现在的情况是子宫颈癌3期，医生说化疗已经没用了。现在黄辉的爸爸呢，一直给我用那个食物治疗法呢，现在效果也还好。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没听黄辉说过，真的对不起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跟黄辉说过，我们就是担心这孩子会受不了。平时
我有一点感冒，他就会紧张的让我去看急诊。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，那他一定会放弃学业，还有工作，一直陪着我。可是我这个病又不知道会拖多少时间，唉，我这样岂不是连累他？我宁可自己撑着。阿姨，我认识一些专科的医生，要不我帮你？谢谢，我对自己呢，唉，真的也看开了。可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小慧。但是现在小慧有幸遇到了你，你应该就是我们家好媳妇的人选。阿姨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喜欢扭扭捏捏的，我心里都明白的。但是呢，等到我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，你要帮我好好照顾她，我真的放心不下她。阿姨，妈，哎，你最喜欢的那个言情剧又开始了啊！哦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我们过去。今天的事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密，千万不要跟他说啊！哎，走吧。哎，来了，走。美味酸奶免费试喝，大家过来尝一下。新产品美味酸奶，我们的新产品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想到这新世界竟有如此好喝的奶呀！姑娘，能否告知在下，这个奶是你的奶吗？流氓！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别给我丢人。不是你也不想想，我能懂吗？我还敢顶嘴？走，别妨碍我的正事。哎，别，他哪敢！放开我，弄疼我了。妙芝，妙芝，你怎么来了？妙芝，什么时候被关起来的？告诉本将军，本将军跟他拼了！我跟他拼了！我哎，你干什么？保安，保安！好，是你们关的他！走！把妙芝给我放出来！把妙芝放出来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正在宜家电影发布会的现场为您做报道。放开！哎。现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。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，国际巨星芬妮小姐也将亲临捧场，届时我们又能一睹芬妮小姐的风采了。乐视娱乐为您现场报道，或许就能找到离婚。我很喜欢他们。喜欢你就多来啊！我妈说了，欢迎你常来家里陪她聊天。阿姨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妈妈。伟大？我倒觉得她像个小孩儿，还是那种乐天派。你没事儿，就多陪陪她吧。我每天跟他们住在一块儿，虽然说有时候会有点烦，但还是很爱他们。峰峰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这么炫耀。不会啊，我反而十分感谢你能带我回家，让我重新感受了家庭的温暖。我觉得挺幸福的。啊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？存折？你一定要收下，里面也没多少钱。我会找更多工作，赚更多钱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开一家等一个人。你疯了吧？我根本就不值得。你值得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拿钱来收买你的感情，我只是想帮忙而已。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可你一直都在为我着想，而那个人
我等了他那么久，他对我的态度却连个陌生人都不如。我真的觉得，我开等一个人，就是自己跟自己开了个玩笑。也许，该是我放弃的时候了。芳芳，刚刚跟阿姨聊了许多关于历史的话题，突然很想回到学校去读书。以我现在的情况，正好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你是去学习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但如果你只是为了逃避，峰峰，芬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呀，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我只好亲自过来帮你了。走，跟我去参加活动。人家最近心情不太好。心情不好才应该出去逛逛呢。你上次不是说那个拐黄的制作公司不靠谱吗？我给你介绍几个靠谱的，他们都在现场等着你呢。真的？嗯，走，走啊，一起走。啊，好，走。太后娘娘，柳儿真的是累了。太后娘娘，如果你还疼惜柳儿的话，就给柳儿指条明路吧。求你显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太后娘娘，好期待。芬妮在哪里啊？芬妮，这边。芬妮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啊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前面。哇！哎，人呢？皇上呢？没有闪光灯，连个记者都没有啊！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们只不过给芬妮姐一个惊喜，啊！来，让一下啊，老大。我还是不进去了吧。我现在就是个屌丝，虽然我穿上你这身衣服，但我觉得我还是变不回来了。抬起头来。叶家没落，你就不是叶波了吗？为什么非要顶着那个虚有的头衔才有勇气见人呢？钱没有可以再赚，气节没了枉为男人。拿出勇气来，挺起胸膛。这就对了，永远的叶家三少。走。芬妮来啦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去补个妆哈。坐。大哥，大哥，这裤子你……来。啊。这个
铁脖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我还是去看我的芬妮姐吧。哦，对，怎么是你啊？晦气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意思啊你？有什么就说清楚，别成天阴阳怪气的。静静，冯峰，你也在啊？抱抱。你没事吧？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上次的事情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不关你的事，那是你的工作嘛。还是你最善解人意，不像有些人，心眼小，思想还肮脏。你说谁呢？哎，你今天这个裙子好漂亮啊！后面有一副臭皮囊。你说谁呢？晦气！你黄伟，你混蛋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呀！要不要我拿个喇叭帮你宣传一下？我真的是受够你了！那天跟我通电话的是我爸。你爸？你明明喊他土豆。我爸是卖土豆的，所以叫土豆。你也可以称他为马铃薯，或者是洋芋。哎，什么跟什么呀？怎么一见面就吵起来呢？切！哎，不会是你爸又派人来绑你回家吧？你这东躲西藏的，还是被他发现了？不，老爸绑架女儿。静静他爸不想让他当医生，想让他回去继承家业，再给他找一个他爸心仪的女婿。他不同意，就离家出走了。又没人告诉我。再说了，谁跟自己爸爸那么说话？明明就是你自己思想肮脏。你才肮脏！你才肮脏！好了，那么多记者在那儿呢，让外人看笑话了。你拿着。走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出去！我还要看芬妮呢。给我出来！对，快点，讨厌！真是俩活宝。冯小姐别来无恙啊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让我这种人脏了你的手！小气，还记仇？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构造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生你这个奇葩的气，我气的是你居然这样怀疑你的朋友。朋友？难道你没把我当成你朋友？我可没说啊。算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再见。哎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对不起。啊，能不能有点诚意啊？啊，行，任静，我。喂，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这只花要被什么闷死了？买人！小鬼，你站住！撞人怎么不道歉呢？快，跟我道歉！大奶救命！快放开这！你是你？是你们？让什么你？你占我便宜！我冤枉啊！冯小姐，
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写的小说却是狗屁不通。尤其是那个皇帝，哪里都比那个和尚好。这女主角她怎么就跟和尚私奔了呢？你说出来也好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吧？对于你的小说，我想说的太多了，怕伤你自尊，所以算了。哎，你不做生意啊？我怎么给忘了？你那个店根本就没有生意做啊！你非要这样吗？我来这可不是跟你吵架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想问问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难言之隐？你们写小说的是不是都这么异想天开呀？嗯？李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两个碰上了，看来聊得不错啊。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我看呐，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？既然都来了，快坐下聊吧。坐下来，来。有大哥给我撑腰，还有冯峰在。芬妮，我来了。大的刁民，给我放开我的三皇树，我是元宵啊！三皇树，我的花儿，你能不能轻点踩我的花儿啊？轻点。是这样轻吗？你要是再敢踩我的花儿，我就让你的小屁屁开花儿。给我！不敢！认定你是皇叔，是为了尊敬你。你竟敢如此大不敬，大胆！反了！现在的小孩都被宠成自己叫皇帝了。你，我本来就是皇帝，还不快给朕跪下！跪下！算了，赶紧把我的花给我，快点儿！看来你跟着颜色瞧瞧了。你，皇上，就这，放开我！皇上，什么人呢？打得过？三王爷，别不，怎么了？帮忙啊，老鄂！浮生。你赔我花！皇上，花！北京，太上皇！什么情况啊？北京，太后娘娘！冯昭爷，柳儿，冯昭爷，哦天哪！我的妈呀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疼不疼啊？止疼啊！
谁家孩子这是？不知道啊。怎么见面就抱腿？麻烦你们先出去吧。请问两位，这是你们的私生子吗？李关先生，你消失这么久，是跟芬妮小姐的怀隐居吗？麻烦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和这个孩子一起消失的吗？你们不是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！不好意思，跟我们先出去吧。咱别在这待着了，先出去吧。什么母后啊，我不认识你。我是小儿啊！什么小儿啊？父王，你干什么？结束了，各位先出去吧。不能拍照！哎，别拍了！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，放开，不能拍照，各位，先出去吧。哎，两位，跟我们再说说吧。啊，是啊，说说。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哎，好了，你们认错人了，不能拍照。够了！放开我儿子！你们干嘛呀？吓坏了我儿子！你们哪个电台的？我要告你们！我们不是，对呀，人家小孩子玩过家家，你们捣什么乱啊？这真的假的？把今天的照片都给我删了，否则我告你们侵犯儿童肖像权！不，这可不行。对，老于，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各位，对不起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王少，你跟我走。太上皇，太后娘娘，李花，疼死我了！冯冯李欢，我彻底被你们弄糊涂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还不清楚吗？就是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，串通团伙，利用我们来打知名度。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过气写手，你这么做，你是想提升知名度？你想博位？你想出名？你想疯了吧你？屡次三番挑战我的底线。哎，你好了好了，冯冯，芬妮，对不起啊，刚才那个小孩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，他跟亲戚来自乡下小地方的，不懂规矩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抱歉啊。不过你真的长得跟他妈妈好像啊，他肯定是想妈妈了，所以才会认错人的。我代他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倒没什么，我反倒感谢你帮我解围了呢。可是，就算我跟他妈妈长得很像，也不可能认错啊。他妈妈人呢？他妈妈肯定是遇到了特别的难处，才会把他托付给亲戚的。他虽然待人刻薄，但是带孩子还是1等1的好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不会离开孩子的。果然是写小说的呀，编起故事来都不用打草稿，还这么的理直气壮。闭嘴吧你！随便你怎么想，被害妄想症。不过有个事儿你可是赖不掉的，就刚才那小孩，千真万确就是你的种，你不能不认。我的种？就是。